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继续来关心疫情。因为咱即阵看到讲，这个幼稚园这个群组感染已经累积到15例啊啦吼。另外，咱讲吼，即阵大家过去咧，又讲是倒一支这个病毒，大家又讲是毋是 Alpha？ 咱过去清无好势，还是讲是 Delta 已经亲门大户入来甲咱台湾吼。咱嘛看到讲，因应即回这个代志吼，新北市这间学校幼稚园。这公共吼托育中心拢总停课吼，拢总有差不多5间学校吼，有累积4000外人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幼稚园群组案内底吼，其实有这个确诊学生家长出国自埃及回来吼，敢讲是这内底集中检疫期间有啥物物件吼做甲闹到去吼？伊当阵咱嘛看到讲集中检疫期间吼，拢是 PCR 阴性吼，拢爱进一步来去厘清伊的这个感染源吼。另外，迄当阵这个边境检验是毋是有闹到过吼？咱就好好静待着讲明仔基因定数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这个群组案内底有一个16145啦吼，这个学生囡仔发病日吼是伫8月25吼，追踪病毒的这来源的这个 CT 数值是35.8，啊来源是啥物？咱嘛好好来对查。另外，咱即阵嘛讲到吼，这个幼稚园病毒是指向是 Delta 吼，确定已经毋是这个 Alpha 啦吼。另外，咱讲吼，这个对咱台湾会造成啥物款的这影响？透过今节目，咱做回来对话。现在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来请基层医疗协会副秘书长刘汉忠。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来请金面空总经理洪淑卿。阿明好，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幼教委员会主委杨义辉。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好。是啦吼，先带大家来关心着讲吼，真正的这个病毒，大家拢真关心，到底是 Alpha 还是 Delta 啦吼。今仔日伫咧吼，这个陈时中也未讲明进前，大家拢讲吼，若是 Alpha， 心内应该是会较放轻松者。安怎讲？咱讲7月27迄当阵幼稚园吼，会当开放着哦一寡这个吼囡仔吼去收入来，佮开始来上课啦吼。啊，但是咱讲迄当阵也佮有一寡这个病例伫咧社区啊，所以迄当阵若是这个 Alpha 的话，代表讲咱是这个甲病毒吼压制了真好势。但是即阵若是指向 Delta。意思是啥？意思是讲，真正亲门大户已经来到咱台湾内底吼，尤其伊讲病毒探真紧啊，咱讲吼，尤其是这个细汉囡仔，佫是活动的这个感染源吼。这位中心安怎？先做回来看。本土的案例有8，好，那其中7例哈在新北、台北1例，那境外移入有4哈，那没有死亡的个案。幼儿园里面哈。那新增了5例哈，那其中有3例哈是家长哈，那1例哈是幼儿园的小朋友5岁小朋友，那另外1例是里面幼儿园小朋友染疫的小朋友的妹妹，那是1岁，好，所以新增的5例哈，那总共案例包括16、129哈。那下来延伸下来共有15例，所以新北市也采取了一些相关的措施，好，那基本上是加强的2级哈，那跟桃园的那个管理的方式，好，两边是一样，包括对于小学这边也扩大了一些预防性的停课。这个案子的本身哈已经匡列了411人，好，那其中有362人列为居家隔离，哈，49人列为自主健康管理。好，那相关的疫调跟匡列就持续在进行。那有一批日本提供的6.4万剂的 AZ 疫苗哈，在今天下午会抵台哈。那日本连的这一批哈，那总共哈捐赠提供台湾340.4万剂，好，我们非常的感谢哈。有影吼，咱讲这幼稚园这个部分吼，病毒指向是这个 Delta， 咱讲哇，咱的这个边境已经真严格的管控啊吼。另外，这个社区的这个监测嘛咧进行，咱来看讲吼，这对翁仔某，这是咱看到讲幼稚园老师佮含因翁吼，9月初其实有一寡这个个案去这个急诊啊时阵，去用检查出来吼有这个病毒发病啦吼，啊尾手，伊才发现讲这是老师，所以伊继续来去这个咱讲幼稚园内底扩大来去追查啦吼。第一天的时阵是2例，哈，尾手咱看到讲昨是9例，今仔佫新增加，这感染色的这个部分是5例啦吼。咱头拄嘛讲到吼 ，CT 数值爱特别吼，特地咱去看啦吼。啊，等下发病时咱再看另外一张，尤其咱看到讲吼，这个有的家长啦吼，已经这个 CT 数值是29吼，代表讲可能伊的这个病毒量较悬吼。啊，咱嘛看到讲，这哪些的这部分是其实是囡仔吼，但是嘛有人讲。
囡仔人吼，这个 CT 数值袂当安尼去看。咱先来请教刘医师啦吼，这回2例、9例、5例安尼搞起来吼，已经差不多10几例啊吼。这代表什么？亲门大户的这个 Delta 虽然明仔这个基因定数才出来，但是这个群组感染代表什么意思咧？哦，咱实际上，阮一直都感觉讲，这个 Delta 一定是会入来台湾的啦吼。哦，啥物时阵要入来吼？这咱唔知影，但是全世界134个国家拢即摆拢受到迄个 Delta 的感染，啊，所以咱台湾实际上无可能讲。你绝对拢袂着啦。是。啊，即马即个问题是安尼啦吼，我想这即马因为咱这幼稚园即个部分，含咱的技术的即个部分，因为咱即马的基因定式即个还袂出来。所以实际上即个若一出来吼，所以做侪代志拢变做讲免药啊。免药。事实都是安怎啊，都是一定是确定啦吼。是。啊，因为囡仔是安尼吼，囡仔伫幼稚园的时阵吼，咱讲病毒无爱囡仔吼。病毒无爱囡仔，无爱囡仔，嘿，为虾米呢？因为病毒吼，咱囡仔迄个咱的 ACE 即个迄个接受器吼，本身伊较少，所以病毒那囡仔咧活着的时阵，实际上伊的镜头吼拢较轻，拢较轻，伊无亲像咱迄个老岁啊吼，拢安尼着拢总真厉害。啊，咱Delta 本身的感染感染的这种迄个是，实际上比阿尔法差不多160%迄个感染率啦吼，哦比阿尔法佫较厉害。是。啊，而且伊伫迄个咱的细胞内底迄个咧发炎的时阵，差不多有1000倍迄个发炎的迄个，所以大人得着拢真厉害。囡仔得着，我拄仔讲一句话叫做病毒无爱囡仔。无爱囡仔，因为讲这个功能还未发育完全啊。是。啊，咱即马一个上重要的就是讲，囡仔镜头是较无遐厉害，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咱上惊就是讲，伊去喂吼厝内底阿公阿嬷，是，吼阿公阿嬷若得着这吼，都惨嘛吼。咱即摆迄个注2剂预防针的吼，70岁以上干了1.5%。是。哦啊，所以实际上咱注第2针的人吼，实际上比例真少。所以这个所在像咱咧讲，你若要预防这个Delta的时阵吼，咱的疫苗的政策吼，可能要改变。可能要改变，所以唔是讲大家拢注1针吼。咱黄立明教授已经有咧讲吼，对，你做1针甲无做同款意思吼，对 Delta 来讲像是同款意思。OK。啊，咱以前知影讲，你若做1针的 AZ 吼，你拄着 Delta 的时阵，你的保护力吼，咱本来是差不多60、70吼，迄个 AZ 降到差不多用要剩10。是。啊，你若莫德纳吼，你本来是有迄个60几个迄个1针的时阵，降到差不多剩20。所以实际上，你做1针的时阵吼，你讲要来预防这个 Delta 吼，实际上这个政策爱做调整。是。啊，这个所在真困难吼，我无知影讲迄个咱台湾啦吼，嘿，无简单吼，实际上非常无简单。OK， 等下咱再来好好讲着吼，到底第1当下还是第2当下吼，这个涵盖率安怎来去拼吼，对咱面对 Delta 病毒较好啦吼。但是这回咱过来看讲，头拄迄张是这个台北新北市所互咱吼看的这个群组感染吼，啊这张图是中央吼互咱的搁较斟酌来去看着讲吼，其实有一寡这个发病日拢写甲较清楚。虽然有诶还搁咧调查吼，咱来看着讲8吼按这个1万吼。6145例啦吼，这个8月25都有这个学生囡仔来去吼，有一寡这个发病这个现象啊。伊的这个 CT 数值35.8，虽然咱都讲着 CT 数值无法度代表讲吼，伫咧囡仔身上，因为伊的这 ACE2 吼接收的这个功能对病毒来讲，因为器官吼也未发育完全吼，所以虽然咱看到讲这个 CT 数值有悬有低，但是看伊的家长应该吼，对咱看出一寡吼，咱讲线索出来啦吼，尤其伊的这个。妈妈 CT 数值29.1吼，这个代表什么？咱先来请教苏庆枝啊。即马大家嘛咧想讲，总共伊也是Delta，伊到底是倒位来的吼？即马佫唔知。可是讲总共为即个即届即个幼儿园即个群聚的事件来看吼，其实确实啦，有可能是之前黄立明教授嘛咧讲，无一定是。家长传到囡仔，囡仔再传到老师，安尼嘛是有可能。因为咱之前一定是讲是老师传到囡仔，囡仔再传到家长嘛。是。所以爱安怎解决这个问题，从尾就是爱去做抽血。去看咱这个大人身躯顶的抗体。是。
吼，为这个 CT 值看无准，咱看抗体，爱来判断讲到底这是安怎来的，啊是安怎爱去看抗体？因为我感觉真重要的讲，总共咱会用找到较头前这一个，咱会搁较去找进前可能按闹高去这个人，因为。你讲Delta伊袂无缘无故就飞入来啊，是，一定有人甲伊带入来，啊，到底是啥物人甲伊带入来？是，啊，咱啥物个途径入来，咱嘛爱甲伊找出来。所以咱毋是要怪啥物人讲啊，你是头一个，毋是，是咱是希望讲咱找着即个人了，咱会去找其他的人，可能即摆还袂互咱发现的。因为咱以色列还是其他的国家咧看着讲吼，其实因为Delta伊的传染的效率非常的好，伊拖了真紧，所以咱什么时阵用甲即个源头，还是讲什么时阵用甲即个防护墙给溜起来，什么时阵用互伊拖较慢，这是真重要一代志。因为拄仔医生就讲过了，本来同好的防护墙应该是啥2档的利用者，可是咱无，所以咱即摆爱做的措施就是第一个，紧甲所有可能咱想到有接触的人先抓出来，吼隔开。第二个就是讲，即马新北市也是都互你做，咱之前讲啊，餐厅已经开始来，你内底咧食饭啊吼，啊，即个停上课的情形啊，是毋是小可先停一下？咱家挡看卖挡会掉无？啊，种挡会掉，无一定怎样运气才好就挡掉。啊，挡袂掉，即马再来看，接下来这疫苗的政策会改一遍。OK， 咱来讲吼，迄当阵第一站这 Delta 入来时阵，一个屏东棒山，咱过去嘛有讨论过啦吼。迄当阵是咱讲着真正防治甲真好，但是伊有地理上的这个优势吼。咱搁请教这个苏庆子啊，这回啦吼，咱看到讲伫咧台北市、新北市拢真惊吓，尤其首都圈生活环境拢差不多要共新北市过一个桥，就到台北市啊。这对湘北市的影响是啥物？对。因为有当时咱就讲，咱台湾人真牛啊！因为之前Delta来崩山的时阵啊，伊感觉咱就甲伊挡掉。可能讲这无共款，因为你看吼，咱世界各国吼，Delta的疫情吼，拢离伊的首都圈同严重，是安那？因为人济，带了真密，咱人甲人中间的距离较近，所以伊就真好传，你知哦？咱之前讲Delta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就是讲。病拢是感染着，Delta伊感染的人诶，伊的病毒的量较大，这是第一件代志。第二个，为什么有人怀疑讲，这内底有一个吼，家长感觉是有出国的埃及转来，埃及转来，埃及转来有人讲，就已经进前有检疫啊，有隔离啊，应该 PCR 阴性啊，无问题啊。这进前有人讨论讲，其实有一个人总伊感染这个Delta。吼，较近，甲正讲我 PCR 拢验无吼，差不多爱21天。哦，甲进前的咱阿尔法也是一般病毒，差不多14天就验无，是差较济。伊就讲病毒量较大。第二个呢，伊个是用感觉留较久。第三个同讨厌的所在，即马有研究讲吼，伊呢。感染了无症状的是真济，对不对？可是伊无症状，甲用这段时间伊经感染入去啊。所以伊就变成讲，总看这个情形啊，咱也无甲这正讲感染也完全控制吼，就变成伊即摆伫台北，咱湘北市就是大家都知影嘛，你即摆出去人都。今仔无共款，今仔我坐捷运吼，拢无啥人。进前你会发现啊，拢是人啊，公车嘛拢是人啊，去餐厅嘛人啊，去买物啊，到处四界拢是人。因为咱湘北市就是人遮尔济嘛，所以一旦离咱湘北市也拖开吼，我感觉就真歹收拾。OK， 所以咱嘛望吼，亲像咱的这个好运伫咧屏东吼，这个案例加 Delta。佫会当互咱阻挡起吼，虽然即支咱讲吼，即个病毒已经可能毋是 Alpha， 毋是咱过去7月27进前迄波的即个病毒啊吼，但是咱相信伫咧吼先甲掠出来，咱讲边境咧管控，虽然有一寡会去绕高去，但是咱讲吼伫咧社区的监控，就亲像即个吼，由即个老师因翁啦，来甲即个病院去检查出来吼，才发现即罐吼，代表讲。虽然伊传播到真紧，但是咱也是有机会甲伊阻挡落来吼。但是咱嘛讲到吼，咱咧讨论的110万的这个细胞信息啦吼，迄当阵是针对着咱讲的这个吼技术，嘛是共款着这个 Delta， 但是这两件代志安尼看起来是完全无共款。这代表是这个境外啦吼，这吼已经可能是咱本土内底去探小去啊。但是有人讲哇，这可能就是吼这个 Delta 吼，这个是这个技术带入来。
这要搁甲比作是过去迄个3+11的迄个讨论吼。但是咱头拄嘛讲到吼，这两个数字来去看吼，8月25吼已经有人发病，伊的 CT 数值嘛真悬，这两个硬要甲牵做伙，其实嘛是硬牵吼。湘北市总是先讲哦，这可能甲这个技术案有问题啦吼，可能有小牵连，但是安尼看起来其实是两件代志，咱搁请教医师是毋是安尼看咧？咱即摆要讲这吼，实际上用科学啦吼，用科学来证明的话，上就较无做者喙烂大在讲来讲去吼。但是吼，你若讲咱迄个幼稚园遮的迄个囡仔吼，若是国内咱家己迄个发生起来吼，若伊若个基因定序，若个讲是 Delta，即声就真麻烦啦吼。你胃道来，拄啊像迄个素经讲，素经这咧讲。伊袂飞入来啊，伊是胃道来吼，这安尼就是表示讲，咱的社区内底已经有啊吼，已经有 Delta 伫内底啊，即些安尼就该歹处理。OK， 但是咱看到讲这个技术啦，航班的这个日子也好，也是讲这个发病的这个日子，其实拢是比咱头拄看迄个时间上吼，是较无相共的，因为迄当阵是即件案先逼出来，尾手才有这个UGN 也逼出来，所以时间上咱互逼出来的时间，袂当搁甲讲我发病时间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这是爱先甲观众朋友先说明。但是咱看到讲，即回UGN 的这个代志，大家真惊吓，尤其咱虽然讲这个少年囡仔啊，这个儿童因是较轻症，重症率比这个大人较少。但是影响的这个全民，因同款是活动性这个感染源。咱讲停课安怎停？教育现场安怎来去做一寡应用？咱来看第二个报道。新北幼儿园爆发私生群组感染事件，经过扩大课例采检了后，测试佫增加2个幼儿加3个家长，总共5人确诊。有国内专家建议，免检验 PCR 核酸检测，还佫加强血清抗体，将找出这波传播链上在感染源。如果有某一个家长呢，他没有打过疫苗，可是抗体是阳性，然后即使他目前没有病毒，说不定你可以问他2-3个礼拜前他有点不舒服，他自己你给他问一下就回忆起来了，那个说不定就是比较早的事件。因为目前12岁以下囡仔拢无伫新冠疫苗做的范围，加上10月特别进入流感流行期，有医师警告，英国上新的研究发现，确实当时感染新冠肺炎甲流感死亡率是一般人的2倍以上。所以呼吁家长甲囡仔拢应该做流感疫苗，来降低感染了后重症加死亡风险。季节性的流感有可能就会卷土重来那大家如果没有施打这个疫苗的话，大家都知道小孩子和年长者或有一些慢性病的人，他得到流感病毒之后，他发生重症的这个风险是最高的。医师强调，做流感疫苗不只能预防流感，也能降低新冠肺炎重症加大院率。指挥中心表示，今年流感疫苗是10月初1开始做，若是拄到做新冠疫苗，建议前后过7天才搁做，为避免交叉反应，也是为评估不良反应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因为这回群组感染是发生伫咧学校，唔单单是 UGN 啦另外咱讲到 UGN 暗时个这个课补班就是安亲班这意思另外，咱嘛看到讲牵涉到这个邦桥区几间学校这个托育中心拢总有啦其实对家长来讲，安尼这个应用要安怎去应用，咱继续来请教议会啦甲咱讲到停课对真侪家长来讲，对学校来讲拢是压力。是嘞即马就是讲咱即马若是停课这个疫情的关系，大家上烦恼的就是讲这会摊开无啦实际上唔单是囡仔甲家长，即马老师上烦恼的就是讲，咱幼稚园老师第一针做的时阵是7月的时阵，是，即马就来到这个第2针的迄个尾即马若咱的疫苗若无对上啦，就会像医师拄则讲的，迄个防护力规会安尼落来。这落来影响是啥物咧？咱讲囡仔家己着，迄是较无要紧啦对。但是迄恐怖就是讲，囡仔若哭，老师要抱无？你若1岁2岁，你要抱无？你无可能无抱嘛，对无你若老师甲抱咧，等于会抱阿公阿嬷无？等于会抱伊的爸爸妈妈无？这就是咱讲上恐怖的代志，就是这第一个是讲，这疫苗若一直无来，伊就一直拖开。那第二这个压力来源安尼讲好啦，基本上咱即摆有一个观念这嘛是咱这几个月来学过你若家己感觉无爽快，你就要警觉。但是幼稚园老师有一个特性，就是讲咱伫顾囡仔，我若家己无爽快，咱嘛是优先的考量到
这个囡仔，是，嘿，我无可能讲我无爽快啊，但是囡仔伊若你考你嘛是爱处理啊，对无？嘿，但是即马我们若是伫讲甲大家讲，你若感觉家己无爽快，嘿，你就莫搁伫遐处理这款代志吼。啊，以家己健康吼，你才有可能是保护家己，就是保护大家安尼。嘿，啊，但是有点老师，我感觉吼，就是有这个德行啦。因为咱你带囡仔的时阵，尤其各位做爸爸妈妈，你拢知影，你带囡仔的时阵。就算讲你家己感觉无爽快，你嘛会讲啊，这感觉敢是伤忝尔，还是咱各种压力吼。所以伫有点远，这个老师就做歹去看讲，我到底是家己是伤忝，还是我真正是咧无爽快。但是因为一方面你教囡仔，你都无法度讲，啊无我即马来休困一下啦吼。嘿，所以你看这个案例的时阵吼，阮相信这个老师压力应该是最大的啦。是，吼，伊可能感觉怪怪。啊，但是伊嘛唔敢讲，这到底真正是倒位怪安尼？啊，我囡仔你若请假啦吼，啊，这囡仔是要安怎？是，吼，老师若请假啊，迄人无够，啊，家长囡仔是要放倒位？嘿，所以咱就会想讲啊，这就是一个最大压力来源。是，所以阮伫看讲吼，那伫这个时阵吼，学校甲老师吼，你若感觉无爽快，我嘛是会讲吼，啊，你学校应该还嘿，无一定干那家己哦，吼，你的同事。嘿，你的朋友之间，你会看伊感觉怪怪的时阵，你也来考劝讲，你尽量都是伫厝休困。伫厝休困，无就紧去体检。是，这真重要。这就是先紧啊。过来就有一个观念吼，咱爱即马我感觉是即马咱台湾学校有所有人拢爱知影是讲，就算讲你做过2针，是，你也知影哦吼，做过2针，嘿，你身体有迄个抗体，是，但是迄是保护你家己，嘿，但是这个病毒吼伊会传，是，你今日吼你。就算讲你做了2针，嘿，你嘛是应该知你的洗手的习惯，你的喙暗，吼，也搁有你去摸过物件，你嘛是爱有这个好习惯，讲啊，我就是爱消毒啊清气，因为你袂使干那讲啊，我有一过，我无你惊，你无你惊，但是别人在惊，对无？即马第二趟去探出紧的时阵，即马我家己囡仔，我嘛是真惊的吼，是讲伊若探到，迄囝就问讲探到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阿婶，搁有姑姑什么，迄是拢总是做伙啊，即马搁令人烦恼的是讲，咱即马伫北市甲新北市，迄个住宅吼，拢是大楼，有一个中庭，是嘿啊，因为即马正经2级解封了后哦，吼，囡仔拢走出来耍，嘿，啊囡仔走出来耍，你知哦，嘿，唔知影是诶，迄较大汉的嘛是安尼吼，因的习惯，因你耍，因你热的时阵，伊会流汗，伊手会去摸，吼，手去摸时，伊去摸迄个大楼诶，迄个门啊。吼，搁倒位的时阵嘿，你拢真歹去看，就讲迄个病毒是安那啦吼。OK。所以，实际上我要讲的是讲吼，家长啊，甲学校啊，在这个检疫时阵吼，大家对家己拢爱较小心、较注意，因为保护你家己，基本上就是保护咱大家啦。是。啊，那是讲真正若2礼拜，这会使控制掉的，我感觉台湾是有影有厉害啦吼。有影有厉害，但是咱讲，吼，绝对袂当靠这个运气啦吼，尤其咱真正要防爱观察。吼，这个好好的，这个一波的这个时间，真正咱望吼，这波就冻点伫遮啦吼。啊，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幼稚园吼开始啊，吼，这个群组感染，所以即阵新北市已经是强化2级的这个警戒吼，到底要升3级啊，是无爱3级吼？今仔日其实这个侯友宜又发出来吼，讲中央吼，你若是感觉爱3级，你就来去3级吼，但是中讲目前也无得考虑啦吼，嘛代表讲吼，可能也阁有一寡吼空间也是时间会当来去甲伊控制掉吼，但是这就是讲惊讲已经伫社区嘛是拖真久啊，来说咱看。我即马来讲即个代志的时阵吼，我感觉讲吼，因为即马咱知影讲小儿科吼是差不多伫9月、10月吼开始就慢慢变大月吼。OK。那为什么变大月？就是因为开学。是。啊，另外就是天气变来变去吼，啊人大家拢积极做伙啊吼，囡仔拢做伙啊，所以即个时阵小儿科慢慢啊，搁咧就是病人愈来愈侪。啊，咱知影讲咱即马迄个Delta的症头吼，伫囡仔的时阵吼，主要是发烧、是、甲嗽。吼，流鼻水的无？流鼻水，嘿，啊胃的喉疼、头壳疼，吼，咱讲两疼一水啦，吼，啊，甲迄个胃会落屎，吼，会落屎，啊会想要吐，所以主要是这个症头。啊，这个症头咧，含咱一般的感冒的症头，实际上是相共的，拢共款吼，做歹分的啦，你做歹分的。所以这学校老师嘛真歹查呢。嘿，真歹查。是。所以这个所在吼，我呢建议讲吼，是毋是讲吼，咱要做检查、要做筛检的时阵吼，咱较迄个
大家就较顶真的吼，就是讲感觉有镜头是毋是会当尽量拢有做检查吼，安尼就会当避免讲囡仔毋是感冒，而实际上伊是 COVID-19 吼。是。哦，这个哦，这是头一点。啊，第二点的时阵，拄仔有咧讲过啊，就是讲囡仔咱伫厝的时阵吼，上惊的就是讲伊喂互厝内底的人吼，喂互厝内底的人，所以是毋是建议讲咱厝内底，咱囡仔有去读册吼。咱倒来厝的时阵吼，喙暗也是共款，到厝内底换啊挂。有影。啊，食饭的时阵吼，讲猪啦啥，或是拢换啊拢分开吼。是。教育咱的囡仔讲，实际上咱做者，迄阵啊，伫泰国吼，泰国有一个迄个病例就是安尼吼。伊实际上规内底的人吼，800几个人去喂着是啥？便所迄个门。哦，迄个门吼，无清气，无清气啊，所以变种奇怪，这个人拢无啥物镜头，啊，为什么拢喂袂着？啊，就是大家拢有去便所啥只？是啊，迄个便所啦。是迄个门，所以咱来教咱的囡仔吼，伫即个所在上，你若去摸过咧，大家会当摸的所在上，拢爱洗手吼，爱洗手，也是用酒精来消毒吼。所以这是一个生活方面的改变啦吼。啊，咱拄仔有讲过，讲咱即马咱的老大人拍迄个疫苗，拍一针的，拍2针的，干那。1.5%尔吼，干1.5%尔。啊，这要安怎呢？即马袂付啊啦吼，袂。即马讲你临时讲要安尼讲注向互伊做悬起来，实际上是无可能吼。啊，但是呢，就是讲咱原来加强咱拄仔咧咱老师咧讲的吼，就是讲实际上吼，你就是互咱的囡仔啦啥吼，这防疫的迄个，不管你是挂水暗、洗手、保持人的之间的安全的距离，是这吼就是做好确实。哦，做确实，咱讲啥吼？咱讲你挂喙暗加好好啊洗手吼，是等于是注一个预防针。OK， 吼，等于注一个预防针，这个效果。喙暗我挂起搁一下。对，你用这个观念来维持的时阵吼，咱虽然无注预防针，无注甲遐济，但是咱会当以免大家一直喂来喂去。有影，咱过去咱讲吼，这预防针是上尾啊终极尾吼，这个疫情会当得到控制，但是你甲看，有诶做过2剂吼，有诶做过3档诶。共款嘛是甲你突破性感染伫诶吼，所以咱咧求吼，亲像医师讲诶，咱咧求这个预防针，要一直做还是一直摇把叉讲哦，我做无诶时阵，咱就讲吼，共款 NPI 啦吼，咱 NPI 做甲真好嘛是吼维持，虽然咱有本土疫情，但是共款会当伫2-3个月内底控制甲真好，但是这波就是爱收好势啦吼。啊，今日咱看到讲指挥中心上新的这个数字啦吼，因为技术案，因为什么？咱讲邮件的这个关注案，所以即阵。哇，高端涨个有人开始咧做啊吼，啊，这嘛是代表讲过去有一段时间内底吼，有一寡这个甲时间上吼相关的这个案例有出现是死亡的这个案例，所以大家有人吼无要去做的也真济啦吼，但是即阵咱阁看到这个数字走出来15000偌济啦吼，这是涨的这个数字，啊涨吼差不多住6万偌济吼，67000啦吼，啊其中咱来看到讲吼，这个高端家。可能还佫有这个20多万订吼，会当来去做吼，所以这指挥中心嘛，甲咱讲，哦，若是有需要的吼，20岁以上你就来去做这支车啦吼。啊，另外咱就讲到吼，第一档车、第二档车，这就是讲哇，到底涵盖率即阵要变啥？秋冬来啊吼，咱头拄啊苏卿姐嘛小讲一个，就是讲哇，这个高风险的人先做第二档，啊有一寡人吼较无风险的，因先较慢的，敢是安尼？我感觉咱即马吼，准讲咱这个幼儿园，这已经确定是第一台的款吼。我感觉咱指挥中心爱重新来考虑咱这个预防针爱安怎做。360度。第一部分是咱进前拢咧讲咱拼第一档，是。而且咱即马甲 BNT 要留互这先互这囡仔主要咧，佫有18岁甲22岁，这真奇怪。因为咱知影总共也是第一塔入来，咱知影第一塔总共你啊2档拢做 AZ， 伊确实。国外的数据是甲咱讲，伊的保护的效果正讲无遐尼好。可是呢，总共是第一档做 AZ， 第二档做 BNT。OK。伊对这个第一台效果是好真济。OK。所以总讲你已经知影，咱第一台已经入来咱台湾啦。啊，这高风险，你敢讲伊也做第二档，你佫互伊 AZ 加 AE 嘛？这第一个代志，因为你已经知影，总讲啊，果冻讲。每一礼拜即马拢会有 BNT 来，是，咱是毋是应该互考虑讲，这个第一档做 AZ， 风险较悬的人，毋是干医生啊尔，毋是干讲咱这个技师啊尔，咱这风险较悬的人，叫做伊也得着，伊的抗体也无够，伊会变重症，伊爱带伊的死亡的风险较悬，这个人伊是共款的第二档做别款的，我感觉咱。
指挥中心爱重心想这件代志，免想讲啊，我即摆 BNT 啊，不要紧啊，迄18岁到22岁，18岁到22岁嘛会用做 AZ 啊。OK。有啥物理由讲，这个人风险较悬，啊，你互伊安尼做，啊，这个人风险较低，伊较健康，伊注射较有抗体，啊，你互伊做别款的。我讲伊爱重心思考是这件代志，啊，先想。第二件代志是啥？我感觉吼，准讲除了讲咱这个新冠的预防针了后吼，这9月了后，正讲流感嘛要来啊。尤其像拄仔讲的，12岁以下，伊无新冠的预防针做，那这个囡仔呢，爱会记得先甲迄个流感的这个预防针做起来。OK。通少未来总会出现啥物症头，咱知影伊应该毋是流感，因为已经分得清楚，咱来较有警觉。吼，这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讲。咱即马有一寡，你看差不多50岁以下的，伊要等第2档嘛，是爱等足久的啦。因为即种互因等下第2档，差不多应该是较减要明年吼，对不对？啊，这个人要安怎？我感觉因共款嘛是共款，流感嘛较考虑讲，我是毋是第2档我先注这个？吼，我感觉指挥中心即摆重心来想，讲第一下已经入来啊。总共也加做1档，还是讲咱第2档要安怎做？啊，先想好，免讲你进前想，我先拼第1档。问题你第1档，总共大家做遮济，你无办法防止第一塔传出去，无办法防止这个高危险的人会当前会带因会死亡。咱安尼这个数字是无意义的。是，所以咱讲到Delta 入来了后，就是讲，亲像过去已经做过这个 AZ 啊，啊，伊即阵开放注文的，就是讲，哇，这个高风险的，搁注一支 AZ，啊，所听起来这意思就讲，即阵 BNT 哦，过档嘛讲，逐礼拜拢会当入来吼，80万档，所以即阵 AZ、BNT 的这个选项，国外嘛有研究啊，吼，就照做就好啊啦，吼，意思是安尼。另外就是讲吼，啊，即阵吼 BNT， 咱讲吼，18岁至22岁是卡刀的人。AZ 共款嘛，是会当做吼，互因做 AZ 就好 ，BNT 留互风险较悬的做无共期射的吼，这嘛是真好的这个看法。医师要补充？这是安尼吼，阮咧讲这个，这就讲到混打啦吼，混打这个问题啊啦吼。实际上，咱BNT 甲迄个 AZ 的混打的迄个文章吼，比迄个莫德纳甲迄个 AZ 的混打的文章搁较济吼。所以啊，实际上即摆已经足侪国家拢咧安尼咧做啊吼。啊，咱台湾本身伫7月25号的时阵吼，迄个市场部长原来已经有答应，但是伊的行甲真慢吼。伊讲伊要搁等3个月、5个月。伊行甲真慢吼，我想即摆应该是无搁等啊啦，因为这已经证明讲已经是真好。你而且恁2项吼，你 AZ 你加莫德纳是 AZ 加迄个 BNT 的时阵，你的抗体是10倍啦吼，10倍吼。哦，一般验出来是14000几对1000几啦吼，所以咱即摆迄个少年的吼，我感觉这个政策吼，就是讲你即摆讲囡仔卖做吼，我想这家长原来袂同意啦吼。咱即摆已经12岁至17岁已经讲宣布要做啊吼 ，OK， 我想这项就继续甲做。啊，来想就是讲咱第2批的迄个 BNT 的时阵吼，入来以后入来的时阵吼，咱这个开放这个互迄个无共款的社。做的时阵，我感觉这个混打的这个问题吼，会使好好啊甲用啦吼。实际上咧，迄个咱世代的时阵，因咧文章嘛咧写讲，德国嘛咧讲台湾像台湾这种疫苗无稳定啊量无够的这个国家吼，这用混打的这个方式来注射是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是过去咱讲做无共款排注的时阵，其他国家嘛是因为疫苗无够，才先去做安尼啦吼。所以因做出来这个效果嘛是好的。非常好。伫咱头拄吼，咱嘛讲到吼，这是共款用伫咱的这个国家身上，疫苗无够的这个前提之下，即阵 AZ 咱过去迄段时间都是来 AZ， 即马 BNT 会当逐礼拜来的时阵，咱就 AZ 过去做过 ，BNT 搁一档落去，保护力较强 ，Delta 已经亲门大好，咱才有法度做到安尼。10倍啦吼。其实咱讲到吼，这个疫苗要注射，即阵台湾安尼算起来吼。若是讲 BNT 9月23开始做吼，是先注到这个学生囡仔身上啦吼。咱讲安尼台湾已经有这个4支射，其实安尼算起来吼，全球吼嘛无亲像咱台湾遮尔济支射吼，所以对咱讲指挥中心啊，确实嘛是头疼啦吼。但是安怎吼做疫苗这个运用，就考验到吼咱指挥中心的这个智慧，安怎吼透过这个疫苗这个政策吼，无共款排注，安怎来去做吼，真正会当阻挡到这个病毒。吼，真正吼，好好啊来去参详一下吼。另外，咱个回过头来讲吼，这个邮件这代志嘛考验到这个学生囡仔也好，也是老师也好，家长也好，谈到啊一定讲过吼。但是伫咧这个学校有当时啊，就是讲你这个天课
今仔学校嘛去用骂甲安尼吼，就是你昨天课时阵哇，真侪家长都唔知影，去到学校吼送去学校的时阵，就是讲哇。才要停课，因拢唔知影吼。学校甲这家长之间的这个直接可能嘛有一寡这个政策吼，咱嘛有另外一个报道，也是讲未来吼，针对着个吼这个停课的这个必要的时阵，安怎来去甲这个家长做参详，先做来看。新北幼儿园群聚感染继续扩大，初六有10个师生染疫了后，初七佫增加2个囡仔，也佫有3位家长，拢总是15个人确诊。甲幼儿园群聚案相关的学校，拢总有2252人采取无风险停课。这5个个案里面，有幼童，我们新增的是1例，是16154，这一例新增的是 CT 值29，再传给他的家长。这个家长的 CT 值很低，只有15。至于另外有一个幼童16141，传给他的家长16152，CT 值很低，只有17.3。另外他的妹妹很小，那 CT 值14。这2个就是今天另外一个新增的2个个案。幼儿园爆发群聚感染，台北市中正区这间国小因为附设幼儿园内底一个囡仔，顶个月捌伫咧新北爆出群聚感染的幼儿园上课，全校是有风险停课1天。也若新北市这间国小早起佫爆出一个学生厝内的人确诊，共学校的家长早起才知影，全校今仔日开始是有风险停课3天。小朋友是说不具传染力啊，可是学校也没有讲那么明，也是看报道才知道的。那这3天都是你请假吗？对，我老婆没有假，之前叫我放假放光光。当下开学就爆出群聚，互家长真烦恼。陈校长指出，为着要提供安心的学习环境，希望学校的老师会当赶紧做疫苗，尤其是上早做的幼儿园老师，这月初甲单也等无第2档，效力等咧豆豆啊消息。现在第1季其实已经到了就是末端了，所以在疫苗不进来的状况底下，每一个施打人员体内的那个抗疫的效果开始会逐渐减低，所以这部分我们其实很希望政府应该赶紧采购第2季的疫苗莫德纳，让一线的老师可以赶快有那个抵抗力，也是保护自己跟保护小朋友。新北市爆发幼儿园群聚感染了后，目前扩大库列采检411人，362人居家隔离，49人自主健康管理。校友伊强调会当作是Delta变异株全力备战。也来爆出群聚感染的这间邦桥幼儿园，早起是幼儿园，因暗出是安亲班。新北市府嘛决定要开发20万。安亲班的部分，我们现在查到是未立案的部分，我们也依据儿少法裁罚20万。面对疫情，新北市全面备战，提升做强化2级警戒，全力防堵疫情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是哦，同款吼，这个吼，甲学生啊吼，也是讲这个家长这个之间的这个直接吼，安怎来去应用未来可能因为安尼吼，有的学生啊一个确诊，咱讲规班啊是讲规个学校规个确诊，这拢是牵涉着吼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吼，继续佮请教这个议会啦吼。学校也是讲这个新北市政府、湘北市政府首都款的这政府啦吼，其实拢要去参详着吼，尤其咱讲真正这个疫区吼都伫遮啦吼，安怎佮甲这个吼市政府建议，也是讲学校来去建议未来伫咧沟通这块咧。好，基本上咱已经经历4个月这个抗疫经验啦，咱来讲较大的方向啦。是，即摆你若看教育部也是指挥中心伊的迄个防疫措施啦吼。伫现场到底会使做甲安那吼？咱其实爱来思考一下吼。你看吼，咱即马幼稚园咱即马一班嘛是30岁，吼。那你讲3岁、5岁、30个囡仔，甲你这个10几岁、30个囡仔，迄是完全无共款哦。吼。那咱诶讲，拢要维持这个距离吼，社交距离，也是讲你要消毒吼。有阵老师这一班30个人，咱伫现场吼是。根本就足歹做到的。一班敢一个老师嘛吼。哦，一班2个。但是你要看2个囡仔在考时阵，迄个规班就是迄那病房里拖啦，你要放牛食草啦，迄无度吼。啊，伊即摆个规定讲爱消毒，咱无人会去讲消毒无好。但是现主是讲，你若我算过吼，教育部迄个防疫指引吼，伊差不多平均你差不多40分到50分钟你爱消毒一届。啊，迄消毒毋是简单哦，你要调迄个。消毒水嘛，吼，还有这个酒精啦，吼。啊，2个老师
该顾囡仔，你该消毒。那阮就定咧讲声就讲，你等下饲囡仔饲时，唔知你会甲饲到伊的酒精，还是你的消毒水哦。吼，迄真正是注意啦，迄是足恐怖的。所以你讲即马开药顶礼拜开迄压力是有够大的吼。所以我才讲，迄老师真正是足可怜的。伊都唔知到底是伤忝，还是讲吼。所以这是第一，咱要检讨的是讲，即马咱这个3、4个月你看吼，人伫美国，人伫欧洲，吼，这一个教授差不多。15岁到20几岁，吼，伊若这个疫情若来的时阵，吼，伊措施，伊老师可能2到3岁，嘿，伊要消毒，伊要顾囡仔，吼，伊才有可能有做嘛，吼。但是咱即摆台湾吼，这个有点学生一班30几岁，迄真正是压力足大的啦，吼。这是就一个讲咱拄则你讲这个防疫措施，吼，你边啊做，都大家拢知迄个观念就好啊，但是是不是向来做嘛，吼啊。敢会做会到？啊，囡仔靠要铺无？吼，那讲到这要铺甲无铺吼，嘛是有一个观念，大家使来看的吼。因为这个咱的这个病毒啦，吼，已经差不多1冬嘛要2冬啊啦，吼，差不多2冬啊。那国外吼有啲研究啦，吼，研究因为你即马呐，比如讲你封城，还是咱进前个天候的代志，迄囡仔就无得出去。啊，你即马想吼，咱伫教囡仔的时阵，其实有2个。会受到影响。第一个是智力，为什么会影响吼？因为伊若无去学校，伊甲人无这个互动，无接触，吼，伊若无迄个咱讲迄个玩具也是教具伫遐咧耍的时阵，无刺激吼。嘿，啊，即摆国外研究吼，因就去测迄个囡仔的这个智力吼，嘿，确实有较降低一个，这是一个。再来是讲话，吼，你看即摆我甲你讲，你看无我的表情，你毋知影我是生气，你毋知影我是安那，所以咱这个吼。伫这个防疫的期间，这个防疫措施，你教咱这个规个囡仔的这个教育，这安怎来配合？吼，这是国家爱真正去亲自的。OK， 吼，嘿，你若无处理好，就讲无人会知讲这到底几冬去？吼，迄当阵嘛想讲半冬嘛好啊，是，即摆已经1冬半，用要2冬啊。吼，你拢无出去啊？正前阮有一个朋友嘛是安尼，囡仔就出事。出事哩咯，就惊的嘛，啊唔敢带伊出去。啊，囡仔用要2岁啊，吼，这个影响是非常大啦。啊，搁一个趣味的是讲，哦，一个朋友去申请这个英国的硕士啦，吼。是。啊，英国读硕士是较紧，1冬就好。啊，都远距教学，即摆就1冬过去咧，英国拢无去过安尼。嘿，想讲安尼申请。嘿，啊都毕业吧安尼吼。这个影响吼是讲，唔那单是这个防疫啦，吼。OK。咱对这个教育的这影响吼，咱教育部甲这个。教中心吼，那这是咱的规个这个行政院呐吼，然后去思考，伫这个全国的这个趋势底下，咱究竟爱去怎样发展咱的教育？吼，会使甲这个健康、安全吼，甲这个智力的发展啦吼，会使来强化啦吼，袂使讲咱拢政治拢用真侪的政治来考量咱的防疫措施，基本上你安尼来讨论。咱才会使知影讲，咱即马做咧，对未来台湾到底好啊唔好？是不是？其实吼，这个议会甲咱叫甲无共款的，这个更较好的这个赞助去思考啦吼，就是讲，这个囡仔人吼，智力的这个发展吼，咱讲这3个月内底吼，相信大家有影吼，会当看电脑的，有专心看电脑的。吼，这是无简单的代志啦，啊，尤其咱讲吼，这个视力的这个发展可能嘛受到影响，但是头拄也嘛讲到吼，无伫咧吼现场这款的这个刺激，其实对囡仔的这个发展嘛真有一个증差啦吼。啊，未来咱讲吼，这个病毒也毋知要对咱对偌久啦吼，所以2冬3冬拢也有可能吼。但是这个对规个这个教部的思考，就是讲下摆未来若是拢改做这线顶的技术吼，咱爱阁有另外一站思考吼，值得咱去吼讨论的吼。啊，头拄你伫影片内底嘛讲到吼，这个老师吼，注预防针这个部分，第2档的这个 Moderna 吼，尤其有真侪老师拢甲伊列做是这个第7类的吼，这个部分吼，啊第7类迄当阵大规模来去注这个 Moderna 吼，啊即阵 Moderna 嘛是欠，你有啥物建议？是啦，阮第一个先帮老师讲话啦吼，大家迄当阵伫拍的时阵，就讲哦，你遮好，你有点老师你会使拍 Moderna。我讲生笑，你也不要我见我是竞争，是不是竞 AZ 啦？知无？伊的这个组合较因为伊迄当阵伊咧拍Moderna的时阵，我咧想讲啊，你我知啦吼，你是好心讲互老师先做。但是你无法度甲阮承诺讲啊，你第2针什么时阵要来 ？OK。我咧又讲啊，我这针落去，我第2针毋知啥物。会人等2个月啊吼。已经2个月啦吼。什么时阵来毋得啊？袂使混打，混打效果不大哈。OK。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讲老师，大家当时有苦安尼讲袂出来啦。迄当阵是社会气氛啊，讲安尼袂歹啦吼，你说做这莫端啊，即摆咧
即马咱起码上烦恼的是讲，啊那无咱若搁无入来，嘿，这个老师的防疫力开始开始你落安尼啊。OK， 嘿，这就是讲，有点老师吼，真正是足辛苦的吼。你面对这个学生甲家长的时阵吼，嘿，迄度你就知影，迄个压力是足大的。所以阮回教正是讲吼，即马社会需要的吼，毋是讲去查讲啊，到底是谁去传着这个病毒 ？OK， 你为什么你无做迄个防疫的措施？但是你就算讲你暗喙暗啦吼，你搁挂一个迄个。这个方面的方面啦，吼，你搁挂手套啦，好啦，敢袂着？无慢知，嘛是有可能嘛，因为基本上你伫病院，就算讲你伫病院穿了规束，你嘛唔知影迄到底是毋是这样，是倒位来的。OK， 但是咱社会应该培养一个讲，无人愿意去传着这个病毒，吼，除非啦，吼，你做明显，譬如讲迄个技术啦，是，家己明明知影规定袂使呢，伊就走出去，甲人。嘿，就是食饭啦，就是中庸嘛吼，甲开除去啦吼。对，嘿，迄就是讲，迄就是故意你才来甲肯定。但是对于这个社会大众吼，大家爱较包容一下。OK， 所以大家吼嘛有咧讨论，就是讲甲病毒共存这款代志啦，吼，就是讲啊，咱真正全球疫情就是遐尼吼大，也是遐尼也个热的时阵，台湾控制了真好势。啊，咱看到讲吼10例以下吼，大家也都真惊吓吼，这代表是讲咱的这个。想法也好，也是讲这个对疫情的这个看法，也是停留伫咧过去这个清零，也是讲加零这款这个做法头顶吼。但是安尼长远长久来讲，其实对台湾嘛毋是一件好代志哦。是，我先 echo 一个，咱那个老师这边吼。是。实际上，老师我想是爱烦恼啦吼。但是咱的莫德纳吼，实际上抑阁有写啦吼。抑阁有写，咱拢总250万是美国送的嘛吼。啊，505万是咱的政府买的嘛吼。啊，即马目前政府的手中有40万的迄个莫德纳啦吼。是。啊，为什么即马抑无做吼？啊，我想是因为量无讲做侪啦。你若讲即马阁有无人机阁入来的时阵吼，随互你。对。即就开始就差不多拢会当做掉啊。咱差不多7月初吼。咧做莫德纳，遐个人即马拢咧等，是，拢够啊，吼，拢够10礼拜已经拢够啊，所以原则上遮个人拢已经拢咧等。啊，我想政府应该会尽量想办法，互遮个人第2针会当做，因为莫德纳无法度难嘛，吼，所以一定是莫德纳加莫德纳。是，所以实际上即摆人咧甲我讲啊，伊想要做莫德纳，我拢建议讲卖。哦，卖。你的这个，你第2针会出问题吼，所以第2针你就是担无啦。是啊，你担无，所以阮即阵拢建议讲，你若要做莫德，你干脆你做 BNT 吼，后壁有750万的迄个万人会当做的这个事啊吼。OK。啊，咱即摆讲倒迄个拄啊教育这个问题吼，咱为咱的人的历史来讲啦吼，中世纪的黑死病啦吼，啊甲1918年的迄个西班牙迄个流感嘛吼。实际上吼，这种大流行的这个病吼，灭无去啦。OK， 灭无去啦吼，所以你唔是讲你今仔日1年2年以后伊就无去啊。是。哦，这种大流行灭无去，所以伊会慢慢直留落来。啊，即马就是讲，因为咱即马的病人吼，诶，死亡率抑阁伫咧2%的这个所在吼，这2%这也是伤悬啦吼，讲起来也是伤悬，而且伊得这个病的时候，伊的一寡并发症吼，后遗症，这伤厉害吼，伤厉害，所以。咱即马目前抑阁是爱阁还没诊啦，吼，还阁还没诊。你阁诊几年啊？吼，你诊到尾啊，像伊变敢若讲像流感安尼吼，的时阵，迄阵啊吼，你讲要做毋做，迄阵啊就较无要紧啦。OK。因为咱嘛会进化嘛，病毒会进步，咱人嘛会进步。啊，到尾来想就是到尾来就是并存啦，吼，并存啦，嘿，这是这个想法。有影啦，所以咱看到讲吼，这个头大，这个。有人甲咱讲到，就是讲过去一寡这历史吼，亲像讲这个西班牙大流感吼，这个部分，咱嘛甲伊吼对抗一阵啊，这个时间吼，啊，咱看到讲甲武汉肺炎过去的原始株，即阵吼变甲这个吼，这个拢无法度知影，咱讲吼这个写袂透啊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佫会变吼，真正是写袂透啊。未来安怎去甲登记吼，这嘛是考验咱安怎吼甲伊对抗。希望吼，这个数字也是讲这个吼，这个负荷卖遐尔济啦吼，继续请教这个数控机啊。头拄仔咱讲到，这个即阵若是要建议人去注射，也袂做吼，有个人真正啊，始终的这个Moderna这个分析吼买中吼，但是即阵一寡想法也开改变吼。咱头拄嘛讲到，因为技术案，因为吼UGN的这个群组案，所以咱的这个高端的人要去做的，佫开始增加。你安怎看这个现象？嘿，就是讲莫阁等啦，即马吼后预防车先去做起来，
莫搁等莫德纳，因为你总共也有机会做到，即马 AZ 嘛已经拍到23岁拢是拍吼，有办法做就去做。啊，种话高端你感觉 OK， 你就去做。我感觉上少吼，爱先互一个家己一个保护啦，因为讲实在，咱即马吼开始愈来愈寒吼，病院是愈来愈无用。是。所以总共你即马也无甲家己保护了好吼，到时阵你知影过。甲进前共款，因为你即马社区会互咱的病院伊的负担伤大，伤大的时阵，咱即个死亡率才降袂落来。所以咱一定要家己做好，互即个病院有能力，有即个量，用来好好啊，甲你治疗，好好甲你治疗，咱即个死亡率才会降会落来。所以家己做好家己的保护真重要。拄啊，你拄着讲咧迄教育，我真趣味的代志。其实即马吼，咱家长吼，大家同烦恼的是讲，系啊，因为即马Delta来，阵我正讲咱指挥中心讲要升级，阵我讲即马个囡仔搁爱赶登去厝的吼，你知影？头壳咧烧打开学尔吼，囡仔搁要甲我送倒来。咱这爸母吼，痛无几工吼，搁要送倒来，应该真烦恼，你知哦？因为其实对老师讲就是重点，咱突然间因为这个病毒来，咱即马改变咱这囡仔学习的方式。即马吼，唔知因到底学了安那，所以即个比如讲因等去学校，咱嘛有准备一个考试来验收，看因叫因这段时间踮厝的学，才敢有学着啊。因为有的家长做烦恼，我逐工干嘛看电脑，我唔知问是你耍还是你佚佗吼，还是正你读册。因为有的老师伊嘛无习惯这个教这种在远端教册的方式嘛，所以即马会甲验收看，嘛讲确实会晓学嘛。可是问题是讲，这边是常态，唔是讲囡仔边安尼学，是讲家长无办法。因为就是即马拄啊，咱有访问到一个家长讲，之前吼，咧防疫照顾假。已经拢用了啊，一当然有几工的假啦，吼，那请假请无要安怎处理？所以是不是什么款的情形，咱这个给列好案，正讲搁要甲这个囡仔赶登去厝的，我感觉指挥中心嘛要搁想一个，因为有当时咱即紧张吼，咱台湾人正讲足紧张的啦，真惜命，真紧张，所以吼，即马听着讲，哎呦8例呢，这么济吼，就开始讲，即马是莫去上课，是不是？部长你看宣布，咱即马莫去餐厅，咱莫去读册有啥物拢关起来。个掠只案的结果是啥？大家经济有问题嘛，头路有问题嘛，外国赶台湾嘛，感觉足奇怪嘛。你8例哪会紧张到安尼？我一天万外例，阮拢感觉真好啊。对。我希望讲咱指挥中心总共要甲伊掠好较暗吼的时阵，想看觅。咱正刚安尼做，因为有当时咱这民众正讲无办法，搁安尼搁动，我按3个月，我看要倒的店差不多倒了，家长嘛袂堪的啦。有影，这考验这个指挥中心吼，就是你安怎缩法较严吼，这个限制，但是你若是缩伤严，咱的这个经济共款帮伴，这嘛是考验。咱台湾这个民众吼，头拄啊，这个苏经济也讲的是这个惜命，但是另外一个讲法，或者是惊死啦吼，对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全球疫情拖到这么啊严重，咱台湾会当保持甲这个案例，咱安怎来看这个病毒，咱安怎看这个疫情，真正观念爱改啊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哇，疫情咧升温，这嘛毋是个升温，是一直安尼小度未减啦吼，所以咱看日本吼，自办了这个奥运了后，逐工确诊的人。尤其侪啦吼，这个韩国同款哦，因注预防车注比量较侪，但是同款嘛是有吼，逐工吼超过1000例安尼来去确诊的这个病例啦吼。另外，东南亚这个部分吼，这个菲律宾同款哦，封城管制1个月吼，9月7日有源是创新高啊。讲到这个美国吼，真正有的人就是不爱注意防车，不爱注意防车啦吼。即阵咱讲累积已经超过4000万安尼吼，咱的这个台湾人数。差不多2倍啊吼，累积死亡的这个人数已经64万外啦吼，咱讲吼突破到咱讲3000万的确诊，敢若计160工吼，但是因就是讲有的人吼，喙炎也唔怪啦吼，也是讲就是无爱注意防蛇，遮的人就是有吼，万倍嘛是真济啦吼，英国遮是累积确诊吼嘛超过701万，但是咱讲到吼，因较有这个群体免疫的这个效果，因为因的自然感染吼，真正。
济真济啦吼，所以第一波的时阵，互因吼有一寡这个本钱伫咧，但是因迄当阵嘛是真正介辛苦吼。另外以色列这个部分，咱昨嘛讨论过，即阵已经要拍注第4档射啦吼。但是真正注射都有效吗？咱头拄嘛已经讲过，注射无一定代表有效，吼有效啦吼。咱讲喙炎也是洗手，第1档射就是你洗好手，第2档射挂好喙炎啦吼。无注意防射，这个前提拢会当较好势啦吼。上尾咱阁请教一辉啦吼，咱讲到吼，这个学校吼面对着吼指挥中心未来，然后可能安怎亲像头拄啊数控制啊，安怎数较严，还是讲吼放较松咧，这考验着指挥中心嘛，考验着人民，吼其实嘛是影响着这个师生啦吼，你安怎看咧？是啦吼，其实吼，这4个月来吼，教育现场拢伫咧思考，到底咱台湾的教育就是要变甲安那啦吼。实际上我甲你讲停课好也毋好，我甲你讲有的学生是最爱停课。你知影理由无？因为有的学生伊伫学校过来无快乐，伊去互霸凌啦。吼，伊无法度，伊学校规定你爱来啊，但是即马你若停课3个月来，伊感觉伊伫厝内家己学。吼，莫讲咱看电脑也是安那，伊家己学，伊是讲伊是袂歹安尼。有的家长嘛发现讲，其实家己的囡仔吼，伫厝里教安尼嘛是袂歹吼。即若讲好歹，你可能爱有这个时间来看。但是我感觉吼，咱这几个月来吼，有一个精定就是讲，咱的教育袂使敢若一种方式。吼，你毋知电脑你现场吼，你家己学吼，还是讲你要去找别人学，安尼，咱的教育应该够有弹性的吼，互无共的学生伊会使伫这个情况去学习啦。我是讲整个意思。